更年期係女人最難過嘅10年，無休止嘅失眠啦、盜汗啦、抑鬱啦、狂躁啦、焦慮。如果你係媽媽，年紀喺40到50歲之間嘅，八姑希望你可以幫佢睇完呢一條視頻。你知道你嘅媽媽點解無啦啦突然間嘣一聲就爆火啊？呢一種情緒波動並非係一夜之間，一半哇都會持續5到10年噃。呢一段時間我哋稱之為更年期。一開始佢哋嘅月經會變得唔係好規律啦，突然間有一日佢哋嘅睡眠突然間俾人偷走，晚上咧就會喺床上度輾轉反側，成晚都瞓唔着。如果你有夜瞓嘅習慣，一定咧就能夠聽到媽媽突然間嘅起床啊，突然間執嘢啊，突然間瞓喺度，突然間唉聲嘆氣，漸漸嘅你都會覺得媽媽好似變咗喎，對你冇耐性咯，成日都無啦啦就突然間發脾氣啊，突然間咧就喺屋企乒乒乓乓咁樣鬧人，屋企冇一個人咧對佢冇怨言嘅噃，咁佢嘅人生就開始俾激素支配啦。原本咧就衝住你大喊大叫嘅媽媽，突然間咧可能因為做錯咗時放咗啲堆鹽，自責。第一次面對呢種情況嘅你手足無措，呢個係你第一次見到媽媽嘅眼淚，第一次見到佢嚟唔切掩飾嘅脆弱。你同媽媽嘅反應，第一係尷尬啦，兩人默契咁掉個頭就走開咗。你嘅媽媽就開始變得好似好嬌氣咁，總係一個人匿喺個角落頭度拖下自己嘅膝蓋啊、手腕啊。更年期帶嚟嘅痛苦喺度一步步蠶食住佢嘅神經。與此同時，阿媽嘅內心亦都刮起咗狂風。細佬哥嘅唔理解，丈夫嘅漠視，工作嘅唔順心，都喺度挑戰住佢嘅心理防線。佢哋堅強嘅表皮喺度一層層咁俾人剝落，但係冇一個人幫得到佢，因為屏幕前嘅你先啱啱長大，正在經歷各種求學、就業啊、求偶嘅困境。我哋俾呢啲事情蒙住咗雙眼，睇唔見身在漩渦中嘅母親。今日八姑想講嘅係放低我哋對親情嘅羞恥，多啲關注媽媽嘅變化，或者你一句媽我愛你就能夠幫佢捱過呢10年最難捱嘅日子。同時，八姑亦都希望更年期3個字唔係形容詞，甚至唔係辱罵詞，呢啲係我哋試圖掩飾我哋女生正在經歷或者即將經歷嘅痛苦喺呢度。八姑衷心咁祝願全天下所有嘅媽媽平安百歲、健康無憂。如果你覺得呢條視頻對你有幫助嘅話，記得點讚收藏，等更多嘅人了解自己嘅媽媽。